来，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所来咱来看一下下一期提供予各位的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会记去看咱的会员影片嘛？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还未订阅频道的朋友，记把频道订阅起来。来，首先咱来看一下2026年1月8号，0821做伙几出来？下一期来2月带1222。第二組2月17號，0821做伙幾出來？下一期2月帶1232。第三組今年4月7號，0821做伙幾出來？下一期2月帶02。上尾一組4月16號，0821做伙幾出來？下一期來2月。那以上號碼提供咱539的朋友參考。會員朋友會記去看咱的會員影片，也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會使順利中獎。咱下期再閣見面。